这阵当是毕业季，今年台东头一场毕业典礼就伫咧绿岛的公馆国小。学校当年拢会为毕业生举办唱水毕业典礼，今年要为毕业生日落伫教练的陪同之下，冲落去海底10公尺深的典礼会场，顺利摕到毕业证书甲青少年初级唱水员证照。 变入到公馆国小的应届毕业生穿唱水装备，为入到石龙海峡落水。伫台东大厦体育系唱水教练陪伴之下，唱入去10公尺深的海底毕业典礼会场。校长发毕业证书，祝福因顺利完成国小的学业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每年必须要进行的一个传统，也是孩子们的一个过渡的一个仪式，好成长过渡的仪式。 公馆国小已经连续10年办唱水毕业典礼，学校的课程为配合入到发展海洋文化，学生拢爱完成查考船甲受水唱水的海洋教育课程。6年的学生伫毕业进前爱完成3礼拜初级唱水员课程，了解故乡的海洋环境。学生的毕业证书顶悬，佫会加注摕到青少年开放水后唱水员证照，互学生有这项早咧走的能力。 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台东县的孩子这么的面山靠海，所以对于山跟海，应该要很熟悉。也很荣幸，因为这次体验很特别。入到公馆国小这场毕业典礼活动是台东县国小第1场的毕业典礼。这摆学校佮配合下礼拜台东县热气球节活动，特别予学生为海底释放热气球造型的浮球到海面顶悬，完成规个毕业典礼证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